你既然想死，让我成全你吧。北冥神功。李秋水根本不将北冥神功放在眼里，因为他的小无相功可以模仿天下所有武功，任凭虚竹跑到哪里，李秋水都能将其拦住。把我交给他吧，也许他能饶了你。不能见死不救。虚竹单手硬生生接下李秋水一掌，不料还是被强大的内力震飞，两人同时掉落万丈悬崖。虚竹有北冥神功护体，不但没有受伤，还保护了天山童姥。童姥让他赶紧帮自己包扎断腿，以免留下血迹，因为他知道李秋水没有看见自己的尸体，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但自己还有60天才能恢复神功，所以现在只能先找个地方躲起来。思索过后，童姥决定置之死地而后生，让虚竹带他往西边走。往西是西夏呀，你不是说你师妹是西夏皇妃吗？那咱们这么去，岂不是自寻死路吗？只有这样，才能让他死也想不到。而后虚竹便背着童姥朝西夏急奔。童姥为了让虚竹有自保能力，还将天山折梅手的掌法口诀传授给了他。夜幕降临之时，二人终于来到了西夏。所谓最危险的地方，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这是什么庙啊？这么大！哎呀，笨蛋，这是西夏皇宫。童姥笃定李秋水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躲在他家里。虚竹趁御前侍卫离开之际，快速翻进宫墙，一跃而下，直接打开宫门进入皇宫里面，然后找到一处大冰窖。这是冰窖的第3层，那个贱人再聪明也找不着咱们了。童姥突然想到御膳房肯定有活鸡活鸭，又想到鸡鸭猪羊的血没有灵气，于是他让虚竹赶紧去御花园捉一些仙鹤和鹦鹉，自己喝血剩下的肉还可以给虚竹饱餐一顿。不料虚竹见童姥又要杀生，直接拒绝。小僧是佛门弟子，绝不能杀生吃荤。随后表示，既然已经送童姥到了安全的地方，那么自己就应该回少林寺念经去了。做梦！你得陪我到神宫回复，杀了那个贱人才能走。虚竹不但不答应，反而劝童姥跟李秋水和好如初。童姥气得血压飙升，当即出手点住虚竹穴道。虚竹知道自己只能任由童姥摆布，他心中一静，便开始念起了入道4行经。我跟你说，你要是乖乖听我的话，我就把逍遥派所有的神功都传给你，到时候你就是天下无敌，不比做和尚强啊！虚竹根本就是油盐不进，直接无视童姥。若不是他是无崖子的关门弟子，童姥早就一掌拍死这个小秃驴了。使唤不动虚竹，他只好自力更生，很快就捉回了2只仙鹤，开始享用。虚竹见状，实在于心不忍，于是问道：“姥姥，你练功不是只要1只吗？干嘛多杀1只啊？”我是好心给你吃的呀！